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6月3号，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這個5月份已經過去了，但是關於5月份的銷量，5月份的小陽春，現在有一些媒體還在津津樂道。我們看一看新加坡聯合早報，它今天一篇報道叫《中國一線城市二手房熱度持續，京滬成交量創近5年同期新高》。文章說，他說走過3、4月小陽春行情後，中國一線城市二手房市場熱度持續，北京和上海5月二手房成交量均創下近5年同期新高。受訪分析師指出，他說一線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保持高位運行，已成為當前樓市的重要特徵。不過，也有分析認為，這未必意味着市場迎來拐點，後續成交情況能否持續仍有待觀察。上海房產交易中心數據顯示，說5月上海二手房累計網簽28023套，較3月和4月有所回落，但同比增長31%，並創下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。實際上，進入6月份以後，這上海的成交那更是加速下滑。6月1號、6月2號2天，上海成交1428套，平均就有700套了。這個比5月平均也下降很多。5月28000嘛，28000每天将近900多套，那現在只有700套嘛。但是這2天你可以后面看，也就是基本上是斷崖式下跌。北京方面，根據北京市住建委統計，5月二手房網簽17872套，同比增長12%，同樣創下近5年同期新高。那環比都是下降的。廣州和深圳市場同樣表現活躍。據市場機構監測，廣州5月一二手房合計網簽17000套，創近1年單月成交量新高，其中二手房成交逾1萬套，環比增長19%，同比增長31%。深圳5月一二手房合計網簽13000套，同比增長28%，其中新房成交量同比增長36%，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長21%。中指研究院星期一就6月1號發布的數據顯示，5月20個重點城市二手房成交超14萬套，環比下降9%。你看，就跟4月份相比，都是在下降了。但同比增長19%，這個也好理解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一線城市就成交了多少？跟去年一比增長了。實際上說明其他城市增長的不多。把這4個城市去掉之後，剩下16個城市恐怕跟去年沒什麼太大變化。中指研究院統計的20城，包括中國4個一線城市以及杭州、成都、武漢等16個2線熱點和核心城市。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，上海二手房成交量連續3個月穩定在28000套以上，這樣的持續時間和成交規模，在2022年以來市場中從未出現過。實際上，我們現在可以得出個結論：上海6月份的二手房成交量也會超過去年6月份，但是這個你改變不了它下跌的這個趨勢。他說，歷史上5月是春季行情的收尾階段，但目前的高位橫盤表現反映出購房需求釋放的持續性超出預期，市場內在動能較強。嚴躍進分析，本輪熱度持續，一方面是二手房價格率先企穩回升，增強購房者入市信心；另一方面，限購優化、信貸支持和稅費減免等政策利好，有效降低交易門檻。中國4個一線城市自去年9月全面放開非核心區域限購後，近幾個月又陸續出台新政策。北京去年12月進一步降低購房門檻，非京籍购房者最低繳滿1年社保即可購房。上海2月底出台新7條，大幅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。深圳4月放開核心區限購，廣州隨後推出匯8條，進一步降低購房成本。普瑞數智科技就是科爾瑞資管副总经理受訪時分析，他說，樓市政策持續鬆綁，降低了購房門檻，使
此前受到抑制的部分需求得以釋放。他說，從上海和北京的成交結構來看，交易主要集中於市中心總價300萬人民幣以下的住宅，以及靠近市中心的改善性住房。不過，他也認為近期二手房交易出現井噴式增長，並未必意味着樓市已迎來拐點。受限於市中心低總價，也就是300萬以下的房子，房源庫存以及部分需求在短期內集中釋放，後續成交增長能否持續仍有待觀察。他說，成交量能否持續，關鍵取決於是否有購房人口支撐，只有產業持續發展和導入，才能吸引新增人口流入，並帶來穩定的住房需求。颜躍進則認為，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場持續向好，已成為當前樓市的重要特徵。這不僅說明市場仍存在潛在需求，也為下半年市場創造較好的量能基礎。他說，在大量二手房成交的基礎上，已形成一定規模的潛在資金，下一步應積極引導這部分需求進入新房市場，促使一二手房市場聯動，這將是未來市場運行中的關鍵環節。就是颜躍進的說法，也就是二手房和一手房沒有形成聯動，就是二手房是漲了，但是一手房還是沒人買，不就這意思嗎？一手房不解決，開發商怎麼辦？開發商不解決，那土地賣給誰？土地賣不掉，地方政府還是沒錢，是不是一環扣一環的？政府出台這麼多政策，各種解放限购，什麼交易稅費減免，想把二手房讓它流動起来。二手房流动起來之後，希望把这資金釋放出來，你去買新房。但是顯然這個鏈條斷了。韭菜之間互相買賣有什麼意義？韭菜之間互相買賣二手房，那是存量，對不對？這個好處傳導不到政府那兒。當然了，你政府只能收一些什麼印花稅，把那稅最後一減免，政府得不到什麼好處。你們韭菜之間買賣，所以政府這麼做的目的還是希望你把這老房子賣掉，你去買新房，你還再加點錢，對不对？你把你這300萬的老房子賣掉，你把這個300萬變成首付，對不對？你去剩下的按揭貸款，你買新房，這樣新房才能被帶動。現在是老房子賣的挺熱鬧的，二手房，但是新房市场穩死不動，傳導鏈條斷了，就這麼個事。剛才也說了，上海6月1號、6月2號也就700套了。當然了，再看這個周末，上海過去周末動不動1500套，創新高什麼的。你看到這個周末能到多少套？其他地方就不用看了，什麼南京、武漢這地方都不用看，杭州只看上海。你看上海是龍頭。我們再看這個，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對50個城市租賃市場調查數據，5月份重點城市租賃需求繼續回落，50城住宅平均租金是33.94元每平方米每月，環比下跌0.11%，同比下跌3.17%。50个重點城市，這個租金同比、環比都在下跌。這個咱們老說租售比是吧？從這個也能說明房價肯定是在跌的。確實，研究院給這數字，二手房房價除了上海5月份是微漲，剩下的都是跌，同比、環比都在跌，以價換量。你看租金也是環比都在跌，但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租金環比保持上漲，但是我在北京的房子租金就跌了，雖然跌的不多。說到租金，中國藍新聞有一篇報道，說的是李嘉誠舊居以每月50萬港元出租，說明大佬這個很有意思啊。大佬住過的房子，自己的房子他也出租，他不住他也租，他不是說放在那兒，這個很有意思。就是說，這50萬一個月對大佬來說，那不只是毛毛雨嗎？灑水是吧？是這麼說。原來大佬也在乎，把這房子空着也租出去。據了解，該地塊於2002年以8300萬港元購入，並自行重建為現址3座洋房。李嘉誠2007年因深水灣道79號大宅重建，攜長子李澤鉅搬入，至13年10月才搬回深水灣大宅。也就是李嘉誠要修深水灣這個豪宅的時候，他又搬回叫香港南區壽山村道洋房。6年以後，等這個深水灣的房子蓋好之後，他又搬回深水灣南區壽山村道的那個房子就空了，之後就開始出租。說該洋房早前意向月租60萬，
經議價後以每月50萬港元出租，曾先後租給內地商人施建祥、葉問3的電影投資人、深圳私募基金經理袁義強以及台灣藝人吳佩慈的男友，被稱為塞班賭王的紀曉波。你看看這個，所以這個超人啊，雖然說他做生意很厲害，但是他這個房子出租也不知道誰負責的，這租給3個租客，這3個租客後來都出事了。這個施建祥還是紅通嘛，這個吳佩慈男友那就別說了，那是紀曉波是吧？好像也是紅通，塞班賭王。中國蓝新聞他說，結果就这3個租客啊，都以欠租收場，欠租合計超1000萬。你說這個大佬租房子也不容易，把房子租出去，結果租金沒收到，不是還欠租超1000萬，一地雞毛。咱們很多韭菜是吧，在鄭州，在3線城市買了一套房，租不出去就撂，那租不出去。你看首富超人，他房子也不空着，也不闲着，都要出租啊，收租金是不是？收租子啊。蚂蚁也是肉啊。我們再看个新聞，这個新聞實際上也能反映出房地產現在什麼個局面。這還是聯合早報的今天的一篇報道，的標題叫房地產市場低迷，中國物業公司面臨收費難。這個我記得恆大爆雷的時候我就說過了，這個以後物業也很難。現在你看，突然今年開始物業難就浮出了水面。他的文章這麼說的，他說中國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的負面效應正向物業管理行業蔓延，由於向業主收取物業費日益困難，中國物業管理公司正面臨嚴峻的營收壓力，這也進一步對整體房價構成威脅。路透社星期二就6月2號刊登分析報道指出，在經濟疲軟的背景下，部分業主無力承擔物業費，或試圖通過拒繳費用來迫使物業公司降低收費標準。隨着部分物業因虧損而終止服務並撤出小區，這些住宅項目正艱難應對基礎設施老化、垃圾堆積和安保缺位等問題。此外，一些在2021年房價暴跌前買下多套房產的投資者，因不再指望收回投資，也失去了繼續繳納管理費的意願。中國房地產研究機構科爾瑞數據顯示，說中國500強物業的平均物業費收繳率已從2021年的89%跌至去年的71%。我的印象中好像是75%就能持平吧，就是物業費你要能收到75%，你這物業公司應該不賠錢。現在已經跌到71%了。儘管該機構未公布具體的年度細分數據，但業內高管透露，2025年創下了最大降幅，且惡化趨勢仍在持續。所以說，你說物業費都已經成這樣了，你說樓市回暖，樓市還漲，這就是反常識的。萬物雲首席運營官就是萬科的那個物業公司啊，何曙華今年3月在業績會上坦言，房價下行直接影響了業主的繳費意願，地產行業下行風險正加速向物業傳導，收費難已成為全行業面臨的普遍痛點。房地產分析師指出，這已在市場中引發惡性循環，持續走低的收繳率迫使物業放棄越來越多的項目，引發業主如開發商對房產價值進一步縮水的擔憂，而不斷下跌的房價又反過來削弱業主花錢維護資產的意願，這導致物業的資金鏈風險隨之攀升。瑞銀中國內地及香港房地產投資研究部門主管林正宏指出，當收繳率跌破85%時，物業通常會出現負現金流。而在美國市場，一旦收繳率低於85%的門檻，房地產信託基金通常會被視為不具備投資價值。然而，目前中國未上市的小型物業公司收繳率普遍已不到65%。2名不願具名的物業行業高管向路透社透露說，面對拒繳費用的業主，他們的公司寧願直接撤出，也不願捲入漫長的法律訴訟。也就是物業公司也不想打官司，打官司等你官司打完要2年，完了之後再去執行，物業公司拖不起，也就是乾脆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，對吧？提桶跑路。物業撤出雖能及時止損，
卻讓社區陷入糾紛，並在尋找接手的替代公司時舉步維艱。隨着花園荒蕪、衛生惡化以及設施故障等問題不斷堆積，地方政府面臨着越來越大的介入壓力。地方當局不得不出面調解，引入國資背景的企業來維持小區基本運轉。目前，江西、雲南等至少5個地區政府已下發通知，號召公職人員和黨員幹部帶頭按時繳納物業費。這個咱們都報道過、聊過。所以說，在物業費都已經成了問題的情況下，对吧？我的印象中，北京的物業費是1塊多2塊，不跟小區有關係，也就是100平的房子。一般的就是不到3000塊錢物業費，2000多，應該是這麼一個數字，但有貴的多一點。在經濟好的時候，這都小事不在乎，但是经濟不好的時候，很多人2000塊錢他都交不起，3000這玩意儿年年交。你像北方的小区还有一個取暖費，1平米30，一般的都是這價格。一個供暖季，你100平你也得3000塊，你再加上物業費3000就6000。有工作的時候6000还可以，沒有工作的時候，一旦失業，收入下降，這6000他能省就省，他能拖就拖。拖的人一多，物業他就沒錢，錢收不下，物業沒錢，他不就服務就差點嗎？服務一差，原本交錢的那业主他也不交了。我可是按年交錢的，到點就交錢，結果你的服務這麼差，我憑什麼要交？所以有錢的他也不交，這不就變成惡性循環嗎？惡性循環，那物業就撤嗎？所以到什麼臨界點呢？你這個小區如果受經濟影響，收入下降的人多，那個小區很有可能就成為一個貧民窟。以後未來3年5年，很多城市小區會出現貧民窟，垃圾滿地，雜草叢生，沒人管。政府只管大馬路，馬路上他管，你小區裡面這個政府怎麼管？政府也沒錢，政府連公務員工資都發不出来，他哪有錢去給你小區裡面幹這事？那尤其那些老楼、老小區或者高樓，就容积率高的那些小区，以後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贫民窟。那你說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你買個房子，你買到了貧民窟，那你說你找誰去？你冤不冤？所以這麼一看，租房合適。我租的這小區如果環境不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租了，我到期我換個環境好一點的小區了。你這小區我不租。租房的就這個優勢。你買房的怎麼辦？那你這小區你房子想賣不上價，成貧民窟。所以你看這些資產就把你套住了，它都嚴格意義上都不能叫資產了，因為它不好賣啊，租也不好租。所以這個時候你要買房一定要小心。你以前買房咱們從來不用考慮，10幾年前買房從來不考慮說我這小區會不會以後怎麼樣，不用考慮。但是現在你必須要考慮，要多一個角度，這個小區未來會不會成為一個貧民窟？買這小區的人都是些什麼人？如果買這小區的都是科技新貴，都是什麼人工智能 AI 公司的員工或者從業者，那你不用擔心。如果這個公司這個小區買的這業主都是附近拆遷來的，或者佔比比較多，或者是那牛馬普通的勒緊褲腰帶買房的，那你就要小心一點了。未來3、5年說不定就變成一個貧民窟，導致你的房子本來就在降價，到時候會加速下跌，然後你又租不出去。這個不是危言聳聽。我們再看個新聞，這個新聞就更有意思了，這新聞就更離奇了。這是華山報大風新聞報道，這個新浪財經很多媒體都在轉發，離奇到什麼程度？說一個男子買了34層的房子，買那房子是寫着34層，房間號多少號？結果到房子蓋好了收房的時候，他驚聞這房子最高只有32層，那他那34層在哪裡呢？說原來他真有空中樓閣啊，這怎麼回事呢？13年前，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橋街道，現為西咸新區豐東新城三橋街道，叫嘉貝花園，買了一套房，合同約定房號為12棟 B 單元，34層3401，約定交房日期是2015年5月3日前，結果到了那一天也沒能交房，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。然而給沈先生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，說樓只建到了32層，根本就沒有34層。你說這神奇不神奇吧？離奇不離奇？他簽了合同，購房合同，這合同要備案的。我覺得好奇怪是吧？那你怎麼備的案呢？他買的是34層3401，你這玩意兒還得備案，備了案
完了最後收房的時候說，我這房子最高只有32層。那沈先生說，那沒房子也就算了吧，对吧？那你把錢退给我。既然如此，退錢應該理所當然了吧？然而，從得知沒有房至今，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未能全部退還，更別說違約金和10幾年的資金使用的利息了。說這個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售樓人員說可以申請退款，另外還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把32層的一套房給我。沈先生說，當時西安的房子已經漲價了，我回到西安，售楼人員說可以給改合同，17年嘛，那房價還在漲，对不对？讓其交其餘的房款，但我当時沒有帶錢，說春節後交。2個月後，過完2018年春節，我給開發商工作人員打電話，說願意交錢把32樓的房買下。對方說房子已經沒有了，因為那個時候房價正在漲，你的房子猶豫一下，房子就沒了。無奈之下，我只能按照開發商的要求提交了退款申請。然而對方卻說沒有錢，先等着。之後每隔2、3個月我就問一次，對方一直說沒有錢，再等等。後來我想到2015年給我打電話的陳總，於是直接找這位負責人聯繫。經過多次溝通，對方於2020年給我退了2萬元，2022年退了5萬元，之後再也打不通電話了。你說這個沈先生簡直，你說這叫什麼回事？居然還有這樣的事！這就是中國的樓市，空中樓閣啊，只有更奇葩呀，只有更離奇。不過西安怪事多啊，這個很多在西安的人應該知道，西安這個地方是個神奇的地方，跟那個國際大都市鄭州也差不多，都屬於神奇的地方，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。那有人就說了，那你起訴告这個沈先生，還真告了。沈先生申請仲裁，但仲裁調解書並未得到執行。沈先生說，之後他又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，結果这個公司名下沒有任何錢，就是官司輸了錢。最後我們再看一個自媒體文章，又是叫根浩參寫的，叫6萬塊撕開了一個家庭的體面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好像講什麼的多少個 W， 好像一年收入100個 W 好像都無所謂，月入3個 W 好像都不好意思。在社交媒體上感覺人人都很有錢，但實際上生活中並不是這樣。他的文章標題叫6萬塊撕開了一個家庭的體面，很多家庭連6萬塊錢都沒有，這才是常態。他的文章說，他說大概上個月朋友圈刷到一條眾籌鏈接，點進去一看，是我大學同學他爸突發腦溢血住進了 ICU， 籌款目標20萬，已經籌到了6萬多。我正準備捐點，往下一拉，看見了我同學的留言，他說謝謝大家的6萬塊，夠在 ICU 住5天了，5天6萬塊。我突然覺得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。說先說說我這個同學家庭背景，38歲，某2線城市打工牛馬，去年失業了，現在跑外賣，他老婆在一家私企做行政，月薪4000，兩個人有一個上小學的兒子，還有4位老人要贍養。表面上看有房，日子過得去，實際上房貸還剩20年，存款不到5萬。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就像在走鋼絲，一陣風就能把人吹下去。這個文章說，中國式家庭的偽中產陷阱，很多家庭看起來有房有車，有穩定的工作，有體面的生活，但實際上抗風險能力極低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家庭資產高度集中在房產上，流動性幾乎為0。中國家庭資產中房產佔比超70%，而金融資產佔比不到1%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你住着300萬的房子，但拿不出3萬塊的現金，你的財富寫在房產證上，卻取不出來當醫藥費。你所謂的體面不過是鋼筋水泥給你撐起了一層殼，裡面是空的。還有失業問題，我同學被裁的時候，公司賠了 N+1，大概7萬。他當時還挺樂觀，覺得憑自己的資歷3個月內肯定能找到下家。結果投了8個月的簡歷，面試了20多家公司，要麼嫌他年紀大，要麼嫌他要價高，要麼就是面完了沒有下文。35歲以上的人
在招聘市場上就像是过了保质期的面包，包装再精美，人家也只想要新鲜的。这7萬補償金在還了7個月的房貸、生活費之後已經見底了。一個曾經年薪15萬的男人，現在連6萬塊都拿不出來，這種落差本身就是一種酷刑。也就是他同學沒辦法，只好在朋友圈裡面眾籌。那朋友圈裡面的都是自己熟人、同學、同事，缺這6萬塊錢，只好在朋友圈裡面眾籌。曾經的，对吧？讓人覺得還可以的中產，只不過是一個不堪一擊的偽中產，6萬塊都沒有。關鍵他背着按揭貸款，這下一失業好了，送外賣。擊垮一個家庭的從來不是那具體的6萬塊錢，6萬塊只是一個符號，是中年失業、家人生病、夫妻離心、生活壓力共同引爆的一個結果。它像一個無情的考官，用最直白的方式拷問你的家庭財務狀況是否健康，感情基礎是否牢靠，應對風險的能力是否合格。而很多家庭的答卷顯然是不及格的。所以說，錢不夠不要加槓桿買房。他們家把有限的資金全部放在房子裡面，房子被鎖死，而且還在下降，房價還在跌，這邊他還要還按揭貸款，所以說槓桿已經被拉滿，結果一失業完了，那根弦就斷了，再趕上家裡有人生病，一下就回到解放前，就叫中產返貧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